元朗富豪大廈位於元朗市中心教育路3號，毗鄰千色廣場、餐飲食肆、生活購物、食品街市，交通配套一應俱全。大廈地下大堂、平地、電梯2部。我哋即刻入去睇下啦。呢度係客廳，單位實用面積266平方尺。我哋入嚟睇睇2間房，呢個係主人房，呢個係客房。單位設有獨立廚房及獨立洗手間。單位非常合適，小家庭置業安居。如果有興趣就快啲搵我啦。